继续要来讲过年时啊，真侪乡亲规家伙啊，带咧到庙里行村拜拜，拢会添洋香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。彰化市真出名的庙是南窑宫，早起来拍开着添洋香，计算内底洋香钱，为围炉到正月初9，差不多将近700万，讲比旧年的过年增加1成。另外，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搁较惊倒人，敢若初1到初8，洋香钱大约1000万。彰化南窑宫的工作人员，甲一箱搁一箱的添洋香全部倒出来，桌顶坐面满100块，条敢若山共款，有够济。为了点算这钱，庙方人员甲算钱的机器搬出来，10外工作人员大家无用甲变过算钱，算甲手会酸。啊，这钱是过年时啊，为30暝到初9的香油钱。今年看起来从太岁灯跟平安灯看起来是比往年增加，目前的成长看起来至少有1成以上。庙的统计过年时啊的香油钱超198万，比旧年过年130万增加5成左右。啊，伫咧南投的指南宫同款香火真旺，而且都真侪民众赶紧来拜拜。香油城我们目前统计的，这里过年这中间哈，这里人价这中间，大概我们香油城大概1000万左右。指南宫统计初9、初8添洋香超1000万左右，抢现金的人数超过10万人，估计借出去的超有3000多万，行动来有5000多万左右。过年时啊，民众拢真爱去宫庙拜拜，嘛互正在金庙的香火特别兴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